头前吼，民主车了了呢，啊，你一句话拢无，就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哦。龙哥可以好，是。也太像了吧！真的哎。你管。你帮我修P 啊，然后 P 成那个。Photoshop。不是啊，P 成那个。雷神索尔还是因为钢铁人啊？钢铁人。他就把我 P 成泫雅了。这有刚刚困难。来公道，我嘛最爱啉啤酒，只是今仔日去查。我爱你音疗，你拢玩啊？坤哥舞。好，最好。你看一下。可以为了我蹲低吗？哇，一个单膝下跪求婚姿势。没有啊。没有啦，我是马奇马。你看我的头发，相当的 fashion， 就是一种头发一定要知道脸前，就是一种 fashion。有抢到最想吃的宵夜吗？我要在灯光下。有抢到最想吃的宵夜吗？没有，我刚吃炸汤圆，不然非常喜欢炸汤圆啊，还有什么 QQ 球之类的东西。有人听到我的 Q 吗？炸汤圆味。哎呦，好吃！那个桌子再把它往后推一点，要小心。从18开始对，从1020，先在后面1021， 446、47、回姐帮我接那个哦，接那个 PG。什么？直接接那个啦，那个跟玉琴讲话的。你就放像那刚刚那个。好，这个谁？再靠近他，再靠近他。不去喷。很过分哎！这不是要下麻麻的吗？有看一下，看。真的哦，我没看到啊！再一次。他刚刚有娇嗔。再一次，好哟。我不想跟你玩那个幼稚游戏，我是过生日的成年人。你要他来猜脚吗？做错家了。记得一定要收看婚姻结业式。